靜默主前，走進你自己嘅內心深處，去尋找屬於你嘅寶藏。查看呢個寶藏，估量呢個資源，佢哋係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嘅。呢一切都係你所擁有嘅。你可以睇得見，可以思考，可以聽得見，可以感覺，可以品嚐唔同嘅味道，可以作出選擇，可以聞到唔同嘅東西，可以走動，可以有分辨嘅能力。而家可以對自己講：我係有能力㗎。活在神的話語中。馬可福音第6章35至38節。天已經晚了，門徒進前來說：這是野地，天已經晚了，請叫眾人散開，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裏去，自己買什麼吃。耶穌回答說：你們給他們吃吧。門徒說：我們可以去買20兩銀子的餅給他們吃嗎？耶穌說：你們有多少餅，可以去看看。他們知道了，就說：5個餅2條魚。呢個5餅2魚嘅神蹟向我哋啟示，人以為無所作為、無能為力，正想放棄嘅時候，只要仍有一啲單純嘅心去付出，必被看見。主可以使用最微小嘅奉獻去作大事。在信心裏禱告，感謝主常用無盡嘅慈悲同埋憐憫去包裹我哋，去保護我哋免受一切嘅災害。感謝主每早晨藉着禱告同埋靈修供應我哋，叫我哋經歷5餅2魚嘅神蹟，經歷生命嘅豐盛同埋滿滿嘅意義。奉主嘅名祈求，誠心所願。與信徒相通，以熱心去待眾人，打電話去關懷一位久未能返教會嘅弟兄姊妹。
向世人作見證。靠主培養良善和恩慈嘅品性，能叫未信嘅人除下敵意嘅門簾，令佢哋經歷及時而令人驚訝嘅神蹟。服侍他人，留意有心做事同埋冇心做事嘅人嘅分別。有心做事嘅人會做得比人期望嘅更多，並且堅持得更耐。最微小嘅服侍，主都見得到㗎。最後可以安靜自己，去獻上你嘅禱告。